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我真含慢来这个教会讲道，遮济届也袂晓用台湾话讲道，所以我平常时无机会会使练习哈，所以我会晓听，但是讲了就含慢呢，所以请原谅我，我爱用国语来讲道哈。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段话，是在腓立比书里面第4章4到7节。这段话呢，保罗提到了要喜乐，我们是不是很熟悉这段话？要喜乐。当你去跟一个人说要喜乐的时候，通常的情况是你比他好，还是他比你好？你比他好通常情况是你比他，当然有时候你比他不好，然后你要逼自己要讲一些安慰他的话。那大概的情况是，你比他好一些，然后你鼓励他要喜乐，不要太担心事情可以有办法解决的。但是保罗在写这一封信的时候，腓立比书信写给腓立比这个教会，他总共提到了14次。在戏拜14次提到要喜乐，用英文讲，他提到2个字，一个是 joy， 另外一个是 rejoice， 就是喜乐，或者你们要起来喜乐，要喜乐。是不是保罗的状况比腓立比教会更好一些，所以他要讲这个话给他们？不是，对不对？如果你们了解这个腓立比书的背景，保罗是在做监狱，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做了什么坏事？为什么被关到监狱去？他没有做任何坏事，他就是去传福音，然后被人家抓起来。保罗在监狱里面呢，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你们要喜乐。他讲了14次。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保罗比那些在监狱外面的人，比他们的情况更糟糕。他的环境，你不要想象监狱是5星级饭店古时候的监狱情况很糟的。他们监狱不会给你东西吃，你要去叫你的亲戚朋友送东西来，政府不会给你白关在那边还给你饭吃，你自己想办法叫人家送饭来。那个环境是充满了暴力，充满了死亡，充满了威胁，然后有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司法审判在他的前面。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写了这封信，写给一个比他更自由、有更多的资源的腓立比教会，告诉他们：你们要喜乐哦，你们要喜乐，不要挂虑，不要担心。为什么保罗可以讲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是牧师啊，他就是灵性比较好，他就是会讲啊。不是，保罗的里面他有一个喜乐，这个喜乐是他不会受到外在的环境改变影响，即使在监狱当中。那个喜乐不会被外在的世界来减损、来损害，它里面的平安跟喜乐是一个不能够被剥夺的、不能够被抢的、不能够被取代的，是它在它的里面非常稳固的。但是呢，你不要以为喜乐的人就是每天都笑笑的，像我现在在讲道一样要笑笑的，其实不一定。保罗所讲到的一个人会在喜乐，不代表他没有忧虑，不代表他每天都会笑脸迎人，一直对人家笑。喜乐不是一种故意要挤压出来的，逼自己要装出来的一个样子。喜乐是说，我知道我的环境非常的困难，我遇到的是非常不公平的对待，我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但是呢，耶稣基督在掌管我的未来，因为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在监狱的人手中，不是在罗马政府手中，也不是在我的手中，我的未来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他如果要我到天上去，我就去；他如果要我留在地上呢，服侍他，我就服侍他。我的未来是在耶稣的里面，所以喜乐是从外面、从上面进到他的里面，从他的里面再流出来，流到外面去。所以保罗所讲到这个基督徒的喜乐，不是在等
叉着腰在等外面的困难改变了，条件变好了，我才会喜乐，我才有笑得出来。即使外面的环境我完全不能够改变，对我们来讲，可能是我们的亲人生病，面临死亡的威胁，可能是有的人莫名其妙的在婚姻中或在职场里面就卷入到一个不公平的官司，一个司法的过程，或者呢，我们在职场上突如其来的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或者一个意外，生病啊、车祸啊、天然灾害啊，突然把我们做好的、精心设计好的人生规划，把它整个都打乱掉。这些事情不可能让我们开心的，不可能让我们没有感觉，我们的里面会有很多的焦虑。但是保罗说，你还是可以有喜乐。喜乐跟快乐一样不一样？喜乐是不是等于快乐 ？Happiness， 喜乐是 joy， 快乐是一种暂时的情绪，暂时的一种感觉，我的一种 kimoji， 一种情绪，一种感觉，它是暂时的，但是它会因为我要的欲望，我想要的东西，我想要的方法，我想要的时间不能够得到满足，我的快乐就会消失掉了。我会因为生活不顺利，很困难，我的快乐就突然间就离开了。但是喜乐不一样。保罗讲的喜乐是一个从上帝那里来，一种很深很深的一种 confidence， 一种把握。不会因为你外面的环境，你对我不好，不会因为我生病，不会因为我美伊战争股票大跌，哇，我的心情就整个掉下来。我的心情会掉下来，但是呢，我里面还有最里面的一个喜乐，不会真的消失掉，因为喜乐是一种 spirituality， 是一种灵性状态，了解吗？快乐是一种感觉，可能我吃一个珍珠奶茶，可能你请我吃一顿饭，哇，我就好高兴好高兴。然后我回到家呢，看到我的配偶那张臭脸呢，我所有的高兴就一下子就都没了。快乐是可以改变的，可以给你的，也可以不见的。但是喜乐不一样，喜乐是即使我不快乐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喜乐。所以保罗说，为什么 ？Why？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呢？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做到呢？保罗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喜乐？你们要靠什么？靠主常常喜乐。保罗不是说你们来信基督教哦，来信基督教你就天天快乐。信基督教不一定很快乐，对不对？信基督教还被逼迫，信基督教要奉献，要牺牲很多东西。信基督教不一定很快乐，但是信耶稣却会有喜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讲的喜乐是要靠谁？靠主常常喜乐。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表示说我们愿意来把我们的困难带到他的面前。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 Lord， 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 Savior， 他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困难到主耶稣的面前来跟他祷告。喜乐会从天上来到我们的里面，别人看不见，但是你知道他在你的里面。腓立比人有没有见过保罗的喜乐？有没有？保罗是不是钦差公公？腓立比人有没有看过他喜乐？有没有听过？有啊，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第16章，保罗传福音传到腓立比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被抓起来了，抓到监狱里面，有没有？记不记得？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这些基督徒听过他的故事，或是见过他在那个过程里面。保罗被抓起来，他跟他的同工希拉两个人不知道是两只脚被绑起来不能动了。圣经说他们到了半夜的时候，在监狱里面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唱诗、祷告、唱圣诗、赞美上帝。你们跟我一起讲一遍好不好？祷告、唱圣诗、赞美上帝。而且圣经讲到其他的囚犯怎么样？
哦，那安呢？怎么半夜有人在唱歌？每个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踢墙壁啊、叫啊，然后敲啊、闹啊，怎么会有人在监狱里面在唱歌呢？谁？保罗在跟希拉在那里唱歌、祷告、赞美神。圣经说，其他的囚犯们他们就侧耳听，怎么回事啊？圣诞节到了吗？外面有人唱歌吗？不是啊，怎么会有唱赞美诗的声音呢？保罗就把福音就传给了监狱里面的那个警卫，我们叫警察好了啊，安全人员、警卫。发生什么事情了？监狱的警察竟然信了耶稣，而且呢，监狱警察说：“来文刀，来我们家，给你煮饭，给你饭吃啊！”保罗一定是很没有办法吃饭很久了，警察就把他接到他家里面去，给他饭吃。圣经讲的非常有趣的是，这个警察监狱里面的这个安全人员，他就充满了什么？喜乐。这个喜乐从天上到保罗里面，从保罗里面感染到这个监狱的警察去。囚犯把喜乐带给警察，你说奇怪不奇怪？应该警察安慰他说：“没关系啦，看开一点啦，对不对？讲一些无为不为。”但是呢，不是的，这个保罗，他是一个囚犯，他被绑起来，他被打，全身打的都是伤，他去告诉这个警察，把喜乐带给他。喜乐跟快乐是不是一样的事情？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保罗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他有没有焦虑？你说保罗一定很厉害，他不会有焦虑。正常的人会不会焦虑？在监狱里面会不会焦虑？我受到了不公平对待，这个罗马政府会怎么样对我？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不公平？有可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保罗的里面，他经验过焦虑的问题，但是问题是他怎么样处理他的焦虑？所以这个成为我们基督徒灵修操练非常重要的课题。保罗告诉我们，应该一无什么挂虑，应该一无挂虑。英文里面说 ，Do not be anxious。有忧虑，有挂虑，但是可不可以停下来？可不可以改变 ？Do not be anxious about everything。不要为了每一件事情焦虑，因为有些事情是不需要焦虑的。什么是焦虑呢？焦虑就是一种非常折磨人的一种忧虑的感觉。我们想要扛起一个责任，对未来，我们想要控制它，我们想要掌握它，希望它在一个我们想要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发觉我们没有能力去掌控未来。保罗能够管罗马政府怎么审判他吗？不可能的。保罗没有办法控制罗马政府要怎么样对待他。我们对于未来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所以呢，我们里面会有焦虑。美国心理学会的这个字典叫 APA 啊，你可以去查 APA Dictionary， 心理学会的字典。他们对于焦虑定义是说，对于未来你没有办法掌控，以至于呢，你产生了不理性的焦虑。你会有很多现象，你会肌肉紧绷，可能你紧绷习惯你都没有感觉，对不对？你会呼吸急促，晚上不能睡觉，躺在床上一直深呼吸，一直深呼吸，就喘不过气来。你会心跳加速，就很不平安。焦虑是一种对着未来长时间的一种反应，对于一个未来一种很模糊的一种威胁。焦虑是因为你感受到一种 threat， 一种威胁，但这个威胁呢，很不清楚，到底要怎么样处理，它到底会怎么样发生呢？我很不清楚，所以我因为这一个威胁，我产生了一种焦虑的感觉。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面对你的儿女，我的儿女呢，儿子女儿30几岁还不结婚，40岁还不结婚，他都不焦虑，我焦虑的半死，对不对？我对我的儿女的未来，对他们找不到工作，对他们呢被炒鱿鱼了，失去工作了，我对我的财务，我家里面的财务状况，我要退休了，或者我已经退休了，我的财务可不可以帮我维持到90岁、100岁呢？我不确定。我们要长照，
要有看护，加拿大这么贵，要不要回去台湾，还是在这边？我常常碰到很多老人家有这样的焦虑，对不对？台湾的长照比较便宜，这边长照很贵。我们对于未来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感觉到很多的威胁，这正常不正常？当基督徒可不可以有这种感觉？可不可以？这个是很真实的感觉，这不是幻觉，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这是真实的感觉。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要写，他告诉我们，你们应该亦无挂虑。你们跟我一起讲好吗？你们应该亦无挂虑。然后要做什么呢？凡事要在祷告中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用感谢的心来祈求。上帝知道你的困难，你不要觉得这上帝一定觉得我不乖，觉得我不爱上帝，我是一个灵性很糟的基督徒，不然我一直在焦虑。不是，上帝知道我们的焦虑是正常的，是人性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困难太大太大了，我没有办法解决了，我把我的头发全部变白了，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保罗的上帝是怎么样？保罗会告诉你说，你的困难很大，你的上帝比你的困难怎么样？更大。你的困难大不大？当然大。可是你的上帝呢，比你的困难还要大。你的困难在上帝的手中像一个小石头一样，他要把你压垮了，但是他在上帝的手中不算什么。所以保罗鼓励我们，不要自己去扛焦虑，不要每天一直在算我要怎么办？把你的所有的困难带到上帝的面前。而且呢，英文圣经告诉我们呢，来祷告。他说呢，要在祷告中，我们这个中文圣经看不出来啊。英文圣经说 ，in every situation， 在所有的情况里面，早上、中午、晚上、半夜，在任何情况底下去祷告。这祷告真的有帮助吗？我今天呢要教你们，我教过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还记不记得？这个祷告呢，从第3世纪、第2世纪开始，一直流传到今天。在基督教世界非常重要一个祷告叫做耶稣心祷，记得吗？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耶稣心祷怎么说呢？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怜悯我这个罪人。跟我一起来讲好吗？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怜悯我这个罪人。再一次，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怜悯我这个罪人。再来一次，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怜悯我这个罪人。这是把路加福音里面有几个人的祷告，把它 combine 在一起，变成一个教会经历了1700多年以上的一个祷告词。这个祷告，我在很多地方，我很喜欢用这个祷告来帮助别人。我们不是说不要别的祷告，别的祷告都很重要。我们刚才用主祷文来祷告，这个都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的情况很紧急、很困难，我没有办法祷告很复杂的话，怎么办？耶稣心祷，英文叫 Jesus Prayer。耶稣心祷是一个非常非常强而有力的祷告。如果你愿意操练，每一次你在不能够睡觉的时候，每一次你在心跳加速，然后呢肌肉紧绷，然后整个眉头都皱在一起了怎么办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停下来，我要用耶稣心祷来跟上帝祷告，好不好？试试看，这是上帝告诉你的。如果你不试这条路呢，那你只能去吃安眠药了。你吃安眠药真的能解决问题吗？吃安眠药也是睡不着觉，睡着了明天起来还是昏昏沉沉，焦虑还是在。不是靠吃安眠药来解决问题。你可以去看心理医生，你可以看精神科医生，你可以来找牧师，这些帮助都是需要的。但是有一个最关键、最有效的帮助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在祷告中把你所需要的告诉上帝。你不要在上帝的面前谁凉，一直念。从你的儿子小的时候到现在，每一天他发生事情一直念。有的时候你需要停下来，不要再念那些给上帝听了。你不要以为上帝不知道，你要重新把那个清单从头到尾再讲一遍给他听。上帝已经听过我们很多次了，对不对？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非常简单
带着信心来的祷告，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怜悯我这个罪人。你用台语、用英文、用华语都可以。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囝，怜悯我这个罪人。用你最熟悉的语言 ，Lord Jesus Christ。Son of God， 有时候我喜欢用英文，因为英文会给我一种比较 fresh、比较新鲜的感觉。因为中文我太熟了，对不对？我有时候会用英文祷告，有时候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愁烦。你们陪伴我走了很长的路，你知道吗？我从第一次来这个教会，我所经验过的事情，到现在4年多了，我所经验的事情，我每一次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礼拜一去爬山，我心里非常非常烦，非常的沉重。不是靠去听鸟声、听水声，我就会开心起来的。我有时候走了1个多小时的路，我心情还是很沉重。上帝就提醒我，用耶稣心祷来祷告。我就开始一边走路，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怜悯我这个罪人。有时候我祷告了20几分钟、30分钟，我没有停下来，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可能祷告了100次、200次、300次以上。然后我就感觉到我的里面像被干净的水洗过了。我里面的混乱、污浊，里面的那些蒙渣渣的东西呢，被清水洗干净了。我也喜欢用诗篇来祷告，而且我也会用唱的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不起，我的台语。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就自己编一个调子来唱。然后把那个诗篇23篇、31篇、103篇、139篇，我就把它唱出来。这不是我发明的，这是古代的沙漠教父他们发明的。诗篇变成一个歌，自己编歌去唱。然后因为诗篇是一个祷告，了解吗？诗篇是一个古代圣徒的祷告，留在圣经里面，他的祷告比我的祷告更好，所以我要用诗篇去祷告。当我曾经在一个非常非常伤痛、非常的痛苦、绝望的情况底下，有一天我读到诗篇30篇，哎呀，上帝的话就光照我，就让我告诉我说，我要将你的哀哭变为跳舞，我要脱去你的麻衣，给你披上喜乐。当时我读到这段经文了，我还是继续哭。然后隔了一段时间，我又读到诗篇30篇了。我觉得上一次读到这一次读到之间，我有一些改变。到第3次、第4次，我就在1年我读诗篇读了好几遍。然后呢，我每次读到诗篇30篇，我就觉得，哇，上帝真的在做事情。他使我的哀哭变为跳舞，他把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所以保罗讲的东西是经过实证的哦，他不是钦差公公，他不是随便告诉你一些基督教的一些安慰人的话。借着祷告，借着诗篇祷告，借着主祷文，借着你自己的祷告，上帝来改变我们。好，第7节接下来他怎么说呢？保罗告诉我们呢，这些祷告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上帝怎么样？所赐超人所能理解的什么平安，会借着谁？借着基督耶稣怎么样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不是说借着吃泡沫红、吃珍珠奶茶，不是借着去夏威夷旅行，不是借着到煤球烫去找一家餐厅大吃一顿，然后你就会开心。不是，那些东西可能没有太大的用处。是借着耶稣基督把平安赐给我们。在我们最焦虑的时候，今天下午如果你来到这个聚会，你有焦虑的问题，你有担忧的问题，你有悲伤的问题，你不要空空的就这样子回去，你要带着这个祷告回去。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怜悯我。把它更简化成一句话，英文讲 Lord have mercy， 主啊怜悯我。 Lord have mercy， 主啊求你怜悯我。千言万语就这一句话，主啊怜悯我，不然我不能够呼吸了，不然我整个肌肉紧绷，我受不了了。保罗告诉我们会怎么样呢？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会怎么样？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保守这个字呢，是一个军事的用语，军事上的话 ，guard 啊，它是一个军事用语。上帝的平安，好像一个驻守，一个军队驻守在一个城外，去保护那个城。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腓立比，《使徒行传》里面描述腓立比是罗马的驻防城。腓立比的这个城的目的是什么？是保护罗马，首都罗马的。美国在全世界有700-800个军事基地，这700-800个军事基地要做什么？要保护谁？保护华盛顿的，对不对？保护白宫的。保罗告诉我们，上帝的平安就是那些军事基地，他会 guard， 他会保护你们，保护我们什么？保护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上帝用他的平安来 guard， 来保护你，使你不会被魔鬼攻击，把你毁灭掉。这样好不好？上帝用他的平安来驻防，在你的外面有军队，有上帝的军队，就是上帝的平安来保护你。你在那个平安的里面，你被保护，你不会被攻击。所以当焦虑来到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烦，有时候跟牧师讲话也没用，祷告也没有改变，怎么办呢？借着耶稣心祷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你把平安赏赐给我。不断的用耶稣心祷来祷告，因为耶稣心祷里面最重要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主耶稣基督这几个字，了解吗？主的名字，上帝的儿子的名字在那里，你呼喊，圣经告诉我们，呼喊主的名字就会怎么样？就会得救。主耶稣基督这几个名字要把我们所有的重担要把它带走。耶稣的名字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的平安会保护我们，使我们不会被压垮掉。这样的信仰好不好？太好了，对不对？保罗不是进财公公呀，他在腓立比的监狱，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的监狱。他每一次在监狱里面，他都经验到祷告、感谢、赞美，上帝的喜乐大大的充满我们，比在外面的人还要更喜乐，好不好？愿上帝的平安保守你们，好不好？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他所经验过的这一切，成为我们的课程，成为我们的 lesson， 帮助我们去学习。我们当中有忧虑的，有焦虑的，有恐惧的，有害怕，有伤心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呼求你的时候，求你的平安来护卫我们，使我们离开我们的焦虑。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